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今集就講到50年代至60年代啟德機場同埋周邊地區嘅發展。廢話唔多講，而家就睇下依張舊相片先。講到1958年嘅啟德，真係大變身之後，再加添新嘢。之前宋皇臺聖山被削平，新13或者31跑道亦都完工。當局馬上喺隔籬太子道東嘅地皮上搞咗另外一項重頭戲，起全新嘅現代化客運大樓。呢棟大樓當年絕對係新地標，專門為搭飛機嘅市民提供方便，標誌住啟德機場慢慢邁向現代化。不過當時嘅太子道東交通量仲未算多，冇而家咁人多車多。而九龍城迴旋處旁邊嘅巴士總站，巴士亦都照常營運，街坊返工返學照樣喺度等車，熱鬧依舊。一邊係新建嘅機場新設施，一邊係街坊熟悉嘅日常交通點，新舊搭配好有層次感。再睇舊圖右邊，新建成嘅宋皇臺道同宋皇臺公園好顯眼，綠油油嘅公園同整齊嘅馬路，睇落好舒服。但係轉頭睇另一邊，九龍城唐樓區同隔籬東頭村、西頭村嘅寮屋區就形成強烈對比。唐樓整整齊齊，寮屋就密密麻麻，一舊一新嘅景象，正正反映咗當年九龍城嘅居住風貌。仲有圖中間下方，當時嘅九龍城街市都睇得清清楚楚。估下當年街坊喺度買餸，會唔會順便望下隔籬新起嘅客運大樓呢？1958年嘅啟德，一邊係機場配套嘅現代化步伐，另外一邊係周邊社區嘅真實生活美。每張舊圖都藏住當年嘅故事，越睇越有味道。舊圖片顯示嘅位置就係新13或者31跑道旁邊嘅馬頭角工業區，當年係香港工業界新地區，裏邊最出名嘅要數到天廚味精廠同埋南洋兄弟煙草廠。前者嘅味精係街坊煮餸嘅提鮮神器，後者嘅香煙更係街知巷聞。兩間廠一齊撐起呢片新工業區，尤其南洋兄弟煙草廠，佢有個機場靚景，佢哋個紅雙喜巨型外牆廣告，幾十年嚟一直面向啟德機場，紅紅火火嘅字體夠晒搶眼。後來仲有唔少外國香煙品牌都嚟湊熱鬧，喺附近地區落巨型廣告，結果呢堆廣告就變成機場旁邊嘅廣告牆，無論係飛機師升降、乘客望出窗外，定係附近街坊經過，都一定會留意到。可以講，馬頭角呢兩間廠唔單止係工業標誌，連個廣告都變成啟德機場嘅獨特記憶點。提起50年代啟德，除咗跑道同飛機，好多人都會記得呢個紅雙喜同其他外國廣告嘅畫面，真係夠晒經典。睇呢張舊圖就可以睇到江樂城嘅宋皇臺公園，當年嘅模樣真係好有啱啱起好嘅感覺。公園內啲樹都係啱啱種嘅，樹葉稀疏，公園暫時仲顯得光禿禿，唔似而家咁綠樹成蔭。不過都算係一個公園，街坊多咗個散步嘅新地方。但係公園附近就有好多老面孔撐場啦。圖入邊出現嘅聖公會聖三一堂，到而家都仲喺度。呢座教堂1937年就起好，中式風格好特別，似傳統唐樓，唔似一般教堂嘅西式設計。當年喺呢片區域好搶眼，見證咗幾十年嘅街坊生活。再望遠少少，當年九龍城嘅地標之一太子酒店都睇得清清楚楚。酒店嘅建築好顯眼，估下當年街坊會唔會喺度飲茶聚會？而酒店後面嘅九龍仔山，當時削山工程亦都大致完成，座山嘅高度比之前矮咗唔少。原本嘅山坡變平坦，為之後嘅發展鋪路，同前面嘅公園、教堂、酒店襯埋一齊，成個畫面又有新嘢又有舊嘢，好有50年代九龍城嘅獨特風味。一張舊圖睇盡宋皇臺公園嘅初成長，仲有埋教堂、經典酒店同埋削平嘅山，每樣嘢都係當年九龍城嘅活印記，越睇越覺得有味道。當年啟德機場搞現代化工程嘅時候，另一邊廂香港就出現第一個衛星城市，觀塘都悄悄變身。原本觀塘離機場都唔近，淨係片方山野嶺，點知因為新啟德機場擴建，航道改變咗，
觀塘居然搖身變咗機場街坊，從此上咗發展快車。港府早喺1954年就開始開發觀塘，1956年到1967年仲分3期填海。舊圖睇嘅正係1961年觀塘開山劈地嘅情景。大家估下當年啲工人係點樣將座山頭削平，點樣填海？講起觀塘以前嘅樣，真係同而家差天共地。佢原本係黑山下靠住維多利亞港嘅峭壁地帶，冇幾多平地可以用。早年仲被用作成垃圾堆填區、垃圾灣，呢個花名就係咁嚟嘅。嗰陣時淨係住咗少少喺堆填區內拾荒嘅人啊！而家大家見到嘅觀塘土地，全靠當年移山填海做出嚟。一邊係啟德機場嘅現代化腳步，一邊係觀塘從垃圾灣蛻變成衛星城，兩樣事湊埋一齊，先有咗後來九龍東嘅熱鬧。舊圖入邊嘅開山場面睇落好辛苦，但係正正係呢啲汗水，先可以鋪出觀塘後來嘅路。1960年，牛頭角同觀塘正起到移山填海。政府開發黑山、鱷魚山，山上沙石直接用作填海，遠處雞寮仲可以見到滿山梯田，一半鄉郊，一半工程，好有年代感。呢區早年係臨海山坡，戰前牛頭角只係得少少嘅工業區，陶化大同醬油廠同船廠就最出名啦。九龍灣海面仲有舊13或者31跑道航道，用作停泊水上飛機。當年街坊見到，應該會好興奮。而家嘅牛頭角道、觀塘道，原來係當年嘅海岸線。牛頭角道落成後，觀塘平民屋、金玉蓮台等陶置區跟住就開始起，向海住戶仲睇到維港同啟德跑道全景，景觀一流。1960年呢兩區，一邊係填海大工程，而另一邊係街坊新生活。每寸土地都有變遷故事。當年為咗起新13或者31跑道嘅導航燈組呢，當局有個好特別嘅做法，就係徵用九龍城住宅區嘅天台。其中最經典嘅，肯定要數衙前圍道同侯王道交界依一座燈號，成日喺居民嘅天台上站崗，街坊開窗可能就見到導航燈，夠晒有記憶點。後來呢棟樓宇拆咗重建變酒樓，估下點？會唔會拆咗佢？新一 set 嘅導航燈居然仲係建喺新大廈天台上邊，一路用到1998年啟德機場關閉，過咗幾年先搬走。從舊樓天台到酒樓天台，呢組燈見證咗樓宇變遷，亦都陪住啟德走過好多年，真係九龍城同啟德嘅特殊聯結。各位觀眾，今集我哋透過舊相片重溫咗1950至60年代啟德機場同周邊嘅大變身。1958年啟德超有料，新13或者31跑道完工，隔籬仲起咗全新現代化客運大樓，成為咗機場新地標。太子道東交通未算繁忙，巴士總站照樣熱鬧。宋皇台公園同新馬路啱啱起好，不過同九龍城唐樓同寮屋區一比，新舊對比超明顯。九龍城街市亦都藏喺其中，滿滿生活味。馬頭角工業區都好出眾，天廚味精廠同南洋兄弟煙草廠撐起一片天，尤其南洋兄弟嘅紅雙喜巨型廣告，幾十年一直面向機場，後來仲有外國香煙廣告加入，變成啟德獨特廣告牆，記憶點十足。宋皇台公園初落成嘅時候，樹木稀疏，不過旁邊有1937年起嘅中式聖三一堂撐場，遠處嘅太子酒店同削平嘅九龍仔山相映成趣，新舊交融，好有年代感。仲有觀塘同牛頭角嘅蛻變，觀塘從垃圾灣靠移山填海變香港首個衛星城。1961年開山場面好壯觀，1960年牛頭角移山填海。舊海岸變成今日嘅牛頭角道、觀塘道、觀塘平民屋等陶置區起好之後，向海住戶仲有維港同啟德跑道全景，最後仲有衙前圍道嘅天台導航燈。舊樓拆咗重建變酒樓都照留低，陪啟德到1998年關閉，真係機場同九龍城嘅特殊聯結。嘅啟德故事夠唔夠精彩？下集我哋仲會發掘更多60至70年代啟德周邊嘅隱藏往事。
可能有更多少見嘅舊相片，同大家講下機場運作嘅小細節、街坊嘅獨特回憶，甚至工業區背後嘅小故事。想知更多啟德同埋周邊嘅歷史秘聞，記得留意下一集，繼續跟住我哋穿越返舊啟德。